鼓勵同學去到自己去揾題目，或者自己去出題深挖苦。因為我教嗰班係我哋學校嘅主題班，咁叫 S 班啦，咁佢係一班創科班，咁我哋都好推動學生想佢哋做多啲自主學習。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大家都會喺中秋節玩嘅一個燈謎嘅小小遊戲啦。咁但係我哋期望可以賦予更多嘅價值，讓學生喺學習或者自主學習之餘，可以讓佢哋更加認識到班裏面嘅同學。咁當上年學校去創設 S 班嘅時候，其實都好期望可以讓同學喺創科領域上面，佢哋有一定嘅興趣嘅話，會唔會可能一步去到自主學習呢？咁我哋反而係要多啲去諗以點樣去到做預防。於學生而言，其實我哋每個人應該都需要學習包容，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唔同嘅獨特性啦，係啦。反而與其我哋要去諗點樣去處理某一啲嘅獨特群體或者特別群體嘅同時，咁不如反而係第一步去諗就係我哋點樣去到讓成個班房可以有唔同嘅多元性，從而大家可以一齊喺度學習，跟住之後一齊喺度分享，同埋一齊可以好快樂咁樣一齊去玩嘅話，其實好多嘅獨特性都可以成為一個正面嘅效果，甚至乎亦都可以成為佢嘅優點。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啦，其實用心去出發，去思考一下點樣讓同學融入到成班，比起真係思考點樣處理獨特學生或者特殊有特需嘅學生嚟得更加好。